大家好，如果你係香港人，相信無乜邊個未食過雪耳糖水。雪耳又叫白木耳，向來都係粵式湯水，糖水入面無可取代嘅平民燕窩，更加係廣東人家中四季常備嘅滋補食材。自古以來，佢就被視為延年益壽嘅珍品。醫師張仁安喺《本草師解藥聖注》仲記載過，雪耳有麥冬滋潤而無其寒，有玉竹之甘而無其膩，成潤肺滋陰之要品。除此之外，《本草再生》記載雪耳能潤肺滋陰，《本草問答》亦提到佢可治口乾肺痿、痰鬱咳液，足見佢喺中醫養生裏面嘅重要地位。雪耳性質平和，味甘淡，不寒不燥，潤而不寒，甘而不膩。無論男女老幼，體質寒熱，大多數都可以放心食，對身體嘅好處可以話滲透到各方面。中醫認為雪耳歸肺、胃、神經，最擅長滋養肺陰，對付燥邪傷身最合適。無論係秋冬天氣乾冷，春夏長期開冷氣搞到口乾舌燥、喉嚨乾癢都適合。長期聲音粗魯嘅老師、歌手，又或者有食煙習慣嘅朋友，成日食雪耳都可以得到緩解。喺科學角度嚟講，主要營養價值係佢嘅多糖體同膳食纖維。多糖體有助提升免疫力、抗氧化、保護皮膚水分；膳食纖維就幫助腸道健康、降膽固醇。講到雪耳平民燕窩呢個名號，就唔可以唔提佢養顏潤膚、延緩衰老嘅功效。中醫有肺主皮毛呢個講法，肺氣得到滋潤，陰液充足，皮膚自然就紅潤有光澤、彈性飽滿。雪耳正正就係透過內調滋陰，從根源度改善膚質。對於腸胃功能偏弱嘅朋友嚟講，雪耳更加係不可多得嘅養胃護腸好食材。與此同時，每100克乾雪耳入面就有高達30克以上嘅膳食纖維，遠遠超過大多數蔬果。呢啲水溶性膳食纖維可以促進腸道蠕動，潤滑腸道，改善便秘問題，仲可以調節腸道菌群平衡，幫助增殖有益菌，減少腸道毒素吸收，等腸道維持健康狀態。除咗以上講嘅呢啲，雪耳仲有固本強身、調節代謝嘅多重好處。現代醫學研究證實，銀耳多糖可以激活人體入面嘅巨噬細胞、T 淋巴細胞等免疫細胞，提升機體對病原體嘅防禦能力。適量食用可以輔助提升身體免疫力，減少感冒、上呼吸道感染嘅發生。對於術後體虛、成日覺得攰冇力氣嘅朋友，都係溫和唔滋膩嘅補身食材。雪耳嘅食法極之靈活，最經典嘅莫過於搭配蓮子、百合、雪梨、紅棗燉成冰糖雪耳糖水，亦都可以放落煲湯入面，同瘦肉、雞肉一齊燉，營養更豐富。要注意係雪耳食之前一定要充分泡發，徹底煮熟，千祈唔好食變質、發霉嘅雪耳。浸發後的雪耳要盡快食用，否則容易變壞。簡單嚟講，雪耳真係平民燕窩，日常煲湯煮甜品都好啱。大家不妨多啲煮嚟食。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